Facebook 假女友$5有得威。情人節就到啦，強國就有淘寶出租男女友，行街睇戲、錫錫、瞓覺交豬，只要有銀兩就乜都得。巴西都唔輸蝕啊！最近 Facebook 假女友就 hit 爆啦，只要上呢個網站，俾10蚊雷亞爾，即係$5，買個愛情基本套餐，就可以揀啱 feel 嘅靚女同你成為朋友，仲幫你喺 Facebook 3日留3條浪漫 message， 講乜都由你話事。想再進一步穩定交往中啊，咁就要俾$20買個高級 package 啦。等你可以喺班 friend 面前威下嘛。網站名係冒牌求愛意思，個 account 都係由真人操作，唔止女，仲有假男友噶。不過淨係 Facebook 站，真身唔出現噶。咁搞咁多，其實係咪有啲自欺欺人呢？